揾到一啲好相似嘅歷史嘅佐證，一啲嘅 case 係睇到呢個AI 狂熱似乎係繼續嘅機會比較大咧。咁最似 AI 狂熱嘅時期就係互聯網狂熱嗰個時期。當我去對比翻1998年同而家2025年咧，無論係技術面同埋基本面咧，都有好多嘅相似之處。咁呢個係98年、99年嗰個嘅科網泡沫嗰個嘅盛世。睇翻啲重點 mark 咗嘅嘢，喺98年之前咧其實成個 bull run 係由1995年已經開始㗎啦。其實喺95年當時又聯儲局開始減息，有開始減息啦，中間又停下 pause 咁樣啦，同而家都似嘅。95年開始係行咗幾年，跟住咧即係升咗一大段啦。然後去到98年咧，就有一個 event driven 嘅一個好比較急嘅 correction 咁呢個納指又係跌咗2-3成嘅，俄羅斯債務違約之後咧，去到呢度聯儲局又減息跟住成個升勢配合埋互聯網嗰個嘅熱潮咧，成個升勢係去到一個白熱化，你見到個 uptrend 突然之間個上升嘅斜率係比之前係高咗好多嘅。OK，咁呢個係當時互聯網嗰個嘅背景bull run 係 start 咗一大段時間㗎啦。去到呢度有啲 event driven 跟住咧走出 correction，配合減息，配合互聯網熱潮，一個升勢白熱化走咗出嚟。咁呢個係98年個 case 我睇對比翻而家咧，其實都有好多相似之處而家即係呢一個嘅 bull run 其實由2023年開始㗎啦當時 Nvidia 喺呢度已經開始升㗎啦，又係升咗一大段，其實升咗2年以上嘅。OK，跟住又係一個 event driven，就係特朗普關稅熊市啦熊市跟住冇事走翻出嚟，然後配合翻聯儲局減息，又係見到一個升勢白熱化咁嘅情況，配合埋 AI 呢一個熱潮減息加 AI 升勢白熱化，又係個上升斜率好癲，同埋呢一個嘅 uptrend 明顯係長過以往嗰啲嘅 uptrend。OK，咁呢個係我而家見到嗰個嘅情況。OK，呢個嘅技術面嘅相關性，並且咧，如果睇翻當時98年嗰啲嘅 market leaders 咧，我哋會見到個 uptrend 咧，就係亦都係符合嗰個動能投資底部計數嗰樣嘢嘅。底部計數就係一般喺個 stage 2度，隻股票會行4至5個底部，而一般咧1、2、3個 base 咧都仲係算係早中期嘅，去到第4個 base 開始叫晚期。咁譬如 Cisco 啦，當時喺呢度就係啱啱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嗰個 correction，跟住走出嚟行翻一個第一個 base 當然佢之前係已經升咗好多㗎啦，其實都由95年但係嚟到98年咧。再一個新嘅牛市，熊市之後新嘅牛市，第一個 base，跟住第二個 base，跟住第三個 base，跟住再跑一大段，去到嚟到第四個 base 就係2000年啦，2000年跟住一個 late stage fail base，OK，一個底部計數 stage 2行咗4個 base。Cisco 好 Intel 98年又係嗰個嘅俄羅斯債務違約嗰個嘅走出嚟個新牛市啦，第一個 base，第二個 base，第三個 base，第四個 base，late stage fail base，OK。JBL 走出嚟98年第一個 base，第二個 base，第三個 base，跟住第四個 base 頭肩頂。GLW 呢啲sorry，我補充翻個背景，呢啲全部都係當時互聯網搞網絡背後嗰啲嘅基礎建設嘅股票。CSCO Cisco 就係路由器，即係嗰啲硬件 for 啲人去上到網，又係嗰啲數據中心點樣去上到網連接到互聯網，就係呢啲路由器半導體芯片電子嘅配件光纖諸如此類，全部都係呢啲嘅 infrastructure，當時互聯網嘅呢啲嘅股票個背景就係 OK，第一個 base，第二個 base，第三個 base，當年嘅 SMTC 當年98年嘅電子啦，都係電子嘅股票第一個 base，第二個 base，第三個 base 完咁我哋從呢個底部計數呢一個嘅邏輯 stage 2。一個 mark up phase 一路上嘅底部計數嘅呢一個邏輯，98年搬翻嚟而家2025年 ，Nvidia 從2025年關稅熊市走出嚟第一個 base，去到而家發展緊第二個 base。AVGO 博通走出嚟第一個 base，去到而家發展緊第二個 base。呢個唔係 base 呢個係 pullback 嚟嘅啫基本上唔到6個禮拜以上嗰啲都唔叫做係 base 呢個周線圖睇係睇唔到一個 base，呢個先係 base。Credo 第一個 base 走到上嚟。而家做緊第二個 base，Oracle 第二個 base，有啲咧就係第一個 base 啱啱跑出嘅啫，就係最近落後咁樣嘅 AMD、VRT、Dell
等等。即係我哋見到咧，其實咁而家 AI 係早期、中期定晚期咧？睇唔到係晚期咯。用呢一個技術面第一步技術去推，而家就係見到 either 係仲係早期，或者係早到勉強去到中，我諗都未到嚇，即係一個偏早期嘅階段。OK，喺呢一個嘅 uptrend 嚟到去睇第一步計數 stage two，點樣去睇到 AI 呢一個趨勢會係繼續延續，令到呢一啲 AI 基礎建設嘅股票都會喺個 uptrend 係延續咧？我哋就要理解翻泡沫係點樣形成，泡沫係會催化到呢一啲嘅股票越升越有，越升越急嘅。即係譬如我哋睇 Cisco 咁樣嚇，呢啲係好 normal 嘅 base。你會見到去到呢啲咧，升勢加速，突然之間係升得好急，去到一啲泡沫嘅狀態。泡沫係點樣形成？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我哋要去理解咯。因為我哋其實就係靠泡沫去賺錢，動能投資你就要靠泡沫去賺錢。泡沫爆破前轉身離場，解釋一下點解泡沫會形成。供應鏈入邊有一個嘅效應叫做牛鞭效應嚇 （bullwhip effect）。一個教科書嘅例子啦，我用聖誕節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去買玩具，咁聖誕節就到嘅時候會點樣啊？就係咧啲人開始係咁去買玩具啦，瘋狂去買玩具啦。個需求係明顯增加嘅，譬如個需求增加咗幾成。譬如本身每日賣開100件玩具嘅啲鋪頭啊，而家去到每日賣緊120件玩具。OK，咁呢個開始見到個需求上升啦。好啦，零售商見到有咁樣嘅需求上升咧，佢都怕賣斷貨噶嘛。我哋之前賣開100件，而家變到82件、83件咁樣。咁佢為咗保險咧，佢就開始訂多啲貨咯喎。譬如佢訂多幾成啦，佢就見個需求升咗啦，咁佢訂多啲貨，佢又同批發商講話，我而家要150個啦。咁批發商都會驚冇貨俾落去噶嘛。咁而家批發商聽到零售話有150個，佢又同製造商講話，我要夠200個啦。好啦，咁製造商聽到批發商話要200個，咁個廠房會點啊？加班啦，甚至係增加多啲嘅產能啦、機器啦，諸如此類，去生產多啲玩具。實際咧做咗個 supply 係足夠每日400個嘅咩？但係其實睇翻最開頭，佢只係嗌緊個 demand 係講緊8283個。好啦，咁之後最後點啊？個聖誕節一完嘞喎，大家突然之間又唔買玩具嘞喎，個需求變翻正常，變翻每日淨係買100個啫喎，唯有就係大幅減價去推咯。咁呢個就係泡沫爆破嘅時候啦，就係 supply 太多，套落翻當時互聯網 dot-com bubble 點解會爆？就係90年代尾啲人開始上網啦，呢個起點嚟嘅。咁啲互聯網公司咧睇到呢啲嘅機會就瘋狂燒錢建起網站啦，擴張啲伺服器啦，咁佢哋就係為咗搶佔個市場。就係咁訂呢啲嘅硬件，驚缺貨，個需求就開始被放大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啲投資人更加係推波助瀾啦，又炒到啲股價好高，令到成個氣氛好熾熱。好啦，咁啲 dot-com 嘅公司係喺度係咁放訂單啊嘛。咁嗰啲最上游又係基礎建設啦，嗰啲供應端最上游嗰啲，即係 Cisco 做路由器啊 ，Intel 做芯片啊，呢啲嘅供應商咧，上游供應商咧，聽到喂下邊個需求好似好勁喎，啲訂單係咁飛嚟，係咁暴增喎，就以為個需求咧永遠都會喺度嘅，永遠都上漲有需求。咁佢哋唔單止就係加大個產能啦，甚至係會認為未來嘅需求都係咁高，甚至更加大。結果咧就將個生產咧有咁勁 push 到有幾勁就得咁勁。OK， 將個生產係咁放大。咁最後咧，即係譬如 Cisco 啦，最典型嘅例子，佢個路由器需求係好過度膨脹啦，大減價清貨，股價暴跌。咁而家 AI 泡沫咧都係咁嘅原理嘅啫。其實你明白咗你就知道點樣係靠呢個 AI 泡沫賺大錢咯。基本上再揼一次就係而家所謂嘅需求嗰啲源頭就係啲 user 啦，不論係個人嘅 user，即係好似你同我咁，定係啲企業嘅 user 都係開始用呢啲 AI 工具啊嘛。之後去到中間嗰一層咯，就係真係呢啲嘅 AI 公司啦 ，OpenAI、Google 嘅 AI 諸如此類，佢哋為咗搶佔個市場，唔好落後於呢個 AI 嘅競賽，佢哋就訂好呢個芯片，訂好呢個伺服器，佔用好多嘅數據中心或者興建再更加多嘅數據中心。佢哋驚就係驚缺貨，驚冇呢啲嘅算力，唔夠算力，唔夠算力，代表佢哋會落後，佢哋落後跑輸就會俾對手打低。佢哋好唔想呢樣嘢發生，佢哋就不停去加碼呢啲訂單。
令到佢哋唔會缺貨，令到佢哋可以保持喺呢個 AI 競賽走到最前。OK，但係嗰啲加碼嘅訂單咧，可以係佢放大咗個需求好多，可能實質係未必有咁大嘅需求，但係佢放咗好多呢啲需求出嚟。好啦，咁當上游嗰啲即係佢哋嘅供應商，即係包括芯片嘅 NVIDIA 好、AMD 好再上一層就台積電啦，呢啲嘅公司又好啦，或者係做又係路由器嘅ANET 又好。高速連接銅纜嘅 Credo 又好 ，Dell 又好，或者其他電力公司諸如此類各樣嘅呢啲 AI 基建公司都好。喂，聽到啲訂單係咁嚟喎，喂個係咁有單喎，咁佢哋都驚接唔晒呢啲單噶嘛？喂，咪繼續瘋狂去擴產能咯。喂，啲單都你都聽到業績，而家有啲公司，喂佢去到2028年嘅單都俾人啲產能已經俾人爆晒，2028年已經俾人 fill up 晒啦。即係呢個時候同佢講就係佢咪 get 到就係、你再擴多啲產能，你咪有機會接到更加多嘅訂單，賺到多啲錢咯。咁所以佢哋會去繼續擴產起多嘅工廠，囤多啲嘅貨。咁結果最終嘅需求咧，好可能都係被放大好多好多倍。咁呢個最後就係去翻嗰個嘅牛鞭效應，就係、最終咧產能過剩，因為個需求被放大咗好多倍，產能過剩，跟住價格崩。啲存貨堆積如山，要減價促銷 ，AI 泡沫爆破。重點係咩咧？個 take away 係咩啦？即係泡沫咧係會令到人係致富賺大錢。重點係你要識得喺泡沫爆破前離場。即係2000年嘅科網泡沫，或者香港啦，08年金融海嘯之後10年嘅低息時期，香港樓嘅泡沫。當中都係有輸家有贏家，贏家就係有參與到泡沫，然後識得喺泡沫爆破前離場嘅人。而往往泡沫去到中段打後咧，中後段咧升勢係會加速啲嘅。即係我哋參考 Cisco 呢一啲段嘅升勢，去到1999年中之後，所以係要把握呢個泡沫。亦都而家嘅 AI 泡沫，我哋睇翻歷史咧，就係走向泡沫化嘅機會好大㗎啦。種種嘅 news 我哋見到咧。都其實係似乎行緊以前嘅路線㗎啦，嗰啲嘅現象㗎啦。OK，點樣靠泡沫賺錢喺爆破前離場咧？即係買廣告時間啦。成套動能投資法嘅底層邏輯，喺新書度寫晒啦。咁你喺今個 weekend 去誠品嗰啲分店，我相信應該絕係有貨嘅。應該係補咗貨上架㗎啦。咁記得留意啦，去買啦。咁譬如 position trade 咧。其中一個嘅即係比較 common 嘅入場點啦，就係 even 冇喺第一個 base 入都好啦，往往當呢啲股票佢突破個 base 展開一段 momentum 嘅升勢之後，佢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翻去50天線，OK 呢個周線圖啦，50天線即係大概就係10週線嘅位置啦。佢往往喺呢啲 momentum 嘅走勢展開之後，佢第一次翻嚟10週線啦。或者第二次翻去10週線啦，往往都係一啲好嘅建倉嘅位置嚟嘅，佢通常係會有 support 嘅，咁可以睇多啲嘅 example。呢個係 NVIDIA 2016-17年嗰個嘅 uptrend 啦。我頭先係周線圖，咁而家 zoom in 翻嚟到日線圖啦，譬如50天線，呢個係第一次 retrace 翻50天線，呢啲通常都係一啲有 support 嘅位置。跟住呢個係2020年 Tesla 啦，周線圖啦。第一次翻嚟10週線，第二次翻嚟10週線，一啲嘅 pullback 或者一啲喺個10週線附近去做一啲嘅 base，呢啲通常都係個買盤係未完嘅，通常都係有延續嘅。當佢真係突破展開咗一啲好有動能嘅升勢，睇翻個日線圖就係 retrace 翻嚟50天線附近，翻到嚟50天線附近 rebase 第一次、第二次。咁而家咧其實都係見到啲股票咧。有唔少係做緊呢啲嘅情況Credo 突破展開咗一啲 momentum 嘅升勢retrace 翻50天線跟住翻嚟50天線附近去做 base AVGO 突破動能升勢翻嚟50天線 pullback 翻嚟做一啲整固區EME 突破之後翻嚟50天線等等呢啲嘅例子 OK。咁而家係一啲咁樣嘅情況，咁樣嘅我所謂見到係有呢啲嘅機會，OK。咁但係好重要就係個前設係，因為我哋要成日去懷疑自己啲前設㗎嘛，就係 OK。咁點解今次係 work 咧？
好重要，就係、認錯點嚇、即係我提到啦，position trade 唔係做價值投資，唔係話你而家點樣研究得好多時間，跟住好深入，跟住咧你就不放任去持有跟住跌就一定不斷溝淡。唔係 position trade 唔係做呢樣嘢，所以我話 swing trade 同埋 position trade 都係動能投資，只不過 position trade 你係喺個趨勢當中，你係容讓佢有大啲嘅 volatility，大啲嘅波動係忍受到嘅。但係如果係出現一啲好錯嘅技術面嘅走勢，一樣係會要認錯嚇。咁呢個係 position trade 動能投資個原則。即係 Credo 咁樣舉例，藍線就係可能預期佢會喺50天線附近做一啲嘅 basing，跟住等個市 ready，佢又 ready 再行嘅。橙線就係一啲完全 unexpected 嘅走勢，你隻股票正常或者個市況正常唔應該出現嘅呢啲走勢，咁都係要走嘅。如果出現呢一種嘅走勢嘅時候譬如 Oracle 佢喺呢啲嘅50天線附近 support 佢去做 base，可以係make sense，可以 reasonable，係可以繼續持有。但係如果佢出現一啲 breakdown，50天線支持嘅趨勢線呢啲唔合理嘅走勢，都係會係離場。呢啲係認錯點，呢啲一定要就mark 得好清楚咁舉例，之前我都試過做 position trade Tesla 都係試過有認錯點要走人嘅情況。即係譬如2024年11月特朗普當選之後，Tesla 突破，跟住我係預佢咧走勢正常的話咧，上到嚟前頂去發展一個 cup candle 嘅。OK。咁但係咧，turns out 咧，佢係發展唔到咧，跟住向下懟落嚟。咁我大概 around 去到就係330零蚊呢啲位咧，就係認錯，因為去到呢度咧，成個走勢咧已經唔合理嘅，即係佢要做 cup candle 的話咧，個價格唔應該跌到落嚟呢啲嘅位置，唔合理嘅。咁我就喺呢度就係認錯走人咁樣咯。咁即係要有呢啲劃清楚定清楚就唔係價值投資。OK。